应许跟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续在2个礼拜前，我们用这个主题只为福音的缘故来接续下半段的分享。因为在2个礼拜前，我们邀请了寇子叔叔了来到我们当中，用很生动的肢体语言用这个变魔术啦，或者气球啦，来传达福音的真理从他不畏劳苦到处去传福音。他现在人还在台湾差不多2-3个礼拜，然后又要到这个土耳其啦各地去那听到他在传福音，没有一个固定的差会来支持他而是各地的弟兄姐妹，热情的弟兄姐妹大家为他这个事工经费奉献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了主的福音，愿意到各处去，因为神呼召了他这次我才知道说他的儿子也一起来了感谢主，我们因为有教会的同工来搭配在7月2号下午就像今天你这样，已经天气很炎热了他穿了小丑装全身都是汗然后在梦时代我们的南坊的那个外面的舞台表演，很多小朋友真的看到那种化妆就很喜欢听说很多小朋友从头跟到尾，还不想离开那其实就像他所说的，我们用尽各样的智慧，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要今天下半段透过保罗他所说的一种告白，来了解为什么要传福音。也许认知上你会觉得差距好大，如果没有亲自领受，我会发现说好像那个能力真的差太多了。但是一旦有神的恩典，那个原看着是困难的，好像万重山我们都能够超越。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读了第一段经文，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有没有5章的经文，那边有提到一段就是为主受苦的福音见证人，提到那个把彼得跟这些使徒传福音因为触怒到当时的这个教会领袖就被抓到公会堂去那边，准备要定他的罪不是有一位当时的老师叫做加玛列吗就跟他们讲就不要太干扰他们了因为如果是出于神你干扰他们就是得罪了上帝啦如果是出于人的旨意人的方法他没2下子就消失掉了所以这样的情形，那些公会的会堂的这些领袖还是不放弃的不放过他们了还是用鞭子鞭打他们鞭一下出口气才让他们回家我们有提到说，那个鞭子所打的不是普通的，像我们小孩子有没有？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都被老师打过打得屁股红红的，不然就手心都红的就已经很痛了。那个痛是连皮都被抓掉那种痛。不过我们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自己读，我是觉得那2个礼拜前我们读到一段经文，那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感动激励，就是在使徒行传5章40节的时候说，41节他说，使徒离开教议会，因配得耶稣的名受辱，心里非常高兴。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说使徒明明是被抓，然后被误会，然后被鞭打，但是他们在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说他们离开了这个公会堂，离开之后他们还认为我有资格为耶稣受辱，那是我的荣耀。哇，这个是超乎人的一般的思考，对不对？一般的价值观。那可见说，一旦被圣灵所感动，你的思考，你的做法完全超乎常人所想。那今天保罗也这样的认定，用他的告白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传福音
所以这一群使徒，刚刚读的《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他们说，虽然被责备、被要求、被禁止，但是他们还是到各处去，在家里、在圣殿不停的传福音。好，那这一群使徒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使徒们传福音，传了耶稣基督，不断遭受逼迫，但是仍然不屈服于任何压迫，坚持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说使徒行传所见证的。那第一句有一点漏掉那个字了哈，就是使徒他们不是一开口大家都听耶稣的，不是这样子，是很艰难的、很困难的，特别是有社会环境的压力政府的压力，但是他们受鞭打、遭受严重的刑罚，都阻止不了他们继续传福音。所以我们要用保罗他的传福音的心志来回应，为什么初代的使徒，其实包括后面的世代，每一年很多传福音的心志都是受这样的中心的思想所影响。他们不看眼前的困境，也不看一切的挑战，特别是有阻挡、有迫害的时候，更让他们觉得说，那我这个时候不传，那还等什么时候？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传福音心志，只为福音的缘故。好，保罗传福音遇到那么多难阻，但仍然勇往直前。我们考察他的原因，从经文里面发掘他5种他愿意传福音的态度。这个理由是第一个，他说我欠了福音的债，我欠债。哇，我们一听到欠债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啊，因为欠债会让人的心里感觉有一点压力觉得好像不自由了。我们说被财务捆绑，那个不自由，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以前台湾的习俗说欠债不能欠过年呢，哇，反正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把钱缴清，才能过春节，才能过年。表示说以前的人就是这一种态度，觉得欠债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呐。当然现在人的这个社会的一种那个财务运作其实普遍欠债是很合理的，因为欠债才能做很多事情慢慢还一个财务规划就对了。不过基本上那个心理上还是有这样的压力在所以我们看到说罗马书1章14节，他说：“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表示保罗是欠所有人的债。那这个债就不等于说实质上跟谁有债务关系了，而是他从神的呼召看到，凡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我都当成你是债主，我一定要还给你，那种态度好，那我们如果从基督的角度我们人生会有3种债，一种是物质的债，就是我们一般的财物啦或是货物啦那些债，那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碰到的。第2种就是道德上的债，就是我亏欠了谁，一生想要还给他。当然对父母亲这种孝心的债更多，我们觉得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尽最大的本分来孝敬他们或说你的好朋友，或是你的亲人对你有恩的，你会觉得说我一生就是尽我的能力能够回报他。那基督徒更多就是还有属灵上的债。保罗就是他所说我欠的他们的债，就是这种属灵的债。这种属灵债不是那一种被压迫的喘不过气那种态度了，而是一种看到这一群人还没得到福音我就是拼了命就要传给他们，让他们一起领受。其实那个债要是换得他们的生命的自由。换句话说，另外一种角度是说，他们是有这种债，我要帮他们还，因为他们要除去生命的捆绑，要除去罪的捆绑，我要把这个属灵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欠债都是要受国际货币基金会介入去调整外债的如果一个国家债欠到最后变成国家破产，那真的太可怜了
上一次的那金融风暴有没有？那个冰岛是破产的，冰岛这个政府破产，还有他们自己的能源或是他们原先的，好像是那个资产还在啊，后来就慢慢还完了，就恢复了啊。最近又有一次就是那个斯里兰卡，哇，全国变成债务很困难还哈。那一个国家有遇到债务的时候，哇，就很麻烦，还有很多国家的介入，当然也有一些国际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种能力，就是说，不用哪一个国家，因为比如遇到天灾啦，遇到很多啊，这个无法抵抗的这种损失哈，有些是货币基金会给他们讲说，好，你们的外债把你解除掉了，甚至有的国家他觉得啊，我为了帮助你，那就把你欠的债把它自动消除。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常对那个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有邦交的国家他们的债帮他还掉。因为说这个是经济正义，因为他们要爬起来真的困难，因为国小人穷嘛，又没有自己的出产。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债一定要处理的，包括个人的债，你如果无力偿还，就会失去信用去银行信用卡都不能用。所以这个债务，在想说保罗说我欠债的态度是什么？是急着要把这个债还清，把这个债务解除。他说无债一身轻的意思。那基督徒会把传福音看成一种债务，不是一种累赘负担，而算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因为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的债被偿还了，你会觉得哇，好像我赚了不知道多少钱了，我帮他还，你自己还很高兴，不是觉得自己损失所以保罗看待自己能信耶稣的事实和过程，是因为他欠了福音的债。换句话说，保罗被呼召，被耶稣拯救了，他觉得我要用尽一切能力还给耶稣这个恩典所以他把众人传福音看成一种债务。那像保罗这样对基督徒的迫害者、罪人中的罪魁都能信耶稣，都能得救，所以他认为别人也能得救。换句话说，他本身自己是债务最沉重的，因为他曾经迫害过耶稣的门徒嘛，他曾经让司提反被石头丢死嘛。换句话说，他觉得哇，如果罪魁中的罪魁，我债欠的最重，竟然让耶稣帮我赎回，那我何尝不是让很多人借着这样来得救？所以他就是说，第一个概念，第一个信念是我为了还福音的债，是奉献他的一生。第二个是因着福音的大能，不只是还债，是因为这个债务还清的时候呢，你会得生命的能力耶，会被医治耶。那这个不传那怎么可以？太可惜了，不传不行。所以罗马书1章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来外邦人。”这个是第16节所提到的。换句话说，这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我不认为传福音有什么好羞耻的，虽然会被耻笑，会被驱逐，会被打，会被关，他都认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在生命那种能量，耶稣给他的生命拯救的能量超过这一切小小的不自由或是被打都不在意他认为说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有能力的，要拯救一切信的人，而且是犹太人、外邦人这样子。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耶稣的福音就是救活人类的能力，所以要传扬这样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一种理念上的认知，而是福音能真正救赎人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还更重要的就是灵魂的生命。所以耶稣的福音可以救活这个个人、家族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比较属于前2个世纪，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当时曾经是非常非常受敬重的首相，
叫做威廉·格莱斯顿格莱斯顿这位出名的首相可那个时代比20世纪的时候那个丘吉尔同样出名因为他是自由党的政治家跟英国首相，在1868到1894前后担任过四次的英国首相。我们都知道说，英国他们的制度是以女王或是国王为一个名义上的领导者，对不对？然后他们各党的政治谁的议员被选到最多，他们那一个党就可以组织他们的那个政府所以他有一次就是被选上了，他又被选，这个格莱斯顿就被选为首相，可见他的治理能力，或者说他的人格被人家尊敬敬畏而且他还担任过世界的财政大臣就这个叫威廉·格莱斯顿，我们在网络上可以查出他的一些事迹了好，这个格莱斯顿，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了在格莱斯顿担任首相的那个时代，大概是英国最强盛的英国强盛了200-300年呢他们等于是个大英国协，我们这不是常讲说日不落国吗？他们在各地所建立的国家，都是民主更是强盛的国家。当然最出名的就是美国，还有纽西兰、澳洲，还包括一大部分的这个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他们等于是他们的侨民去那边建立的，那他们的概念不一样。英国认为说，我的侨民在那边，他们成立一个新国家那是很大的祝福了所以呢，他们各地去传入，就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听到常常听到一个叫做五眼联盟吗其实这个就跟英国的整个他们的影响力有关。好了，我是说那一个时代呢是英国强盛的时代，也出了很多的宣教士。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呢就是在这个1865年，对不对？1865年的时候来台湾传福音的，这刚好就是在格莱斯顿当首相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传福音的队伍都是从英国来的。然后他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有一次他面对一群人在互动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来问他说，怎么可以治疗人们心中刻骨铭心的伤痛年轻人常常会碰到这一个心灵的搅扰不只是环境的压迫，而是说心灵上的痛要怎么处理。这格兰斯顿就回答说，我有福音，除了福音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他用这种信仰的理念来治理他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说，英国呢应该他们的影响力，虽然他现在国势已经弱很多了他现在又退出欧盟感觉上好像已经不是被最看重的国家，但是其实他们的整个国力、影响力，包括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各样的科学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所以我们不希望说他们的国家，最近常听到说，在英国的教会很多教会都慢慢人都不去教会了啦，就福音的能力下降，那其实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就很大。前不久看到一个新闻在今日报所报道的，这苏格兰很多教会都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去做礼拜。然后又有人报道说，哎呀，英国那些教堂那么漂亮放在那边也要维护会竟然有人把它买下来当书店，就要你把它隔间当成书店，一个很漂亮的书店，要不然就是当那个旅馆，把它改装成旅馆。那更糟糕的是卖给回教徒回教徒买下来当他们的清真寺，哇，我们会觉得这心里很难过。但是整个文化的影响，整个国家的那个教士你说一下子要改变很困难，除非要像另一个卫斯理约翰来复兴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看到说，比起这个格兰斯那个时代，他认为
要治愈人家，就是要用福音哈，那就真的有很大的差别。第三个，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比方说，他已经把他这个任务吹破到一项，你不做哈，那你就没地方可以逃了啦，不做不行啦。最优先就是要传福音哈，这个是他的态度。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换句话说，让人家肯定说：“哇，你传福音真的很难得啊，而且还为主受苦啊。”他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我背的这个债务不还不行，我是不传音就有祸了，就表示把自己推到一个最极端的部分，就是你不做这个，你等于他的人生就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啊。”这是保罗的态度哈。那不传音就有祸了，或者说福音能展现上帝的大能。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英国，虽然他们现在也是还很 OK 的，但是已经跟他们最强盛的时代变化很大。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跟福音有关，跟整个英国的基督徒啊，他们自己承认说是基督徒的那个人数越来越少，就已经世俗化就对了啦。虽然他表面上没有信什么其他宗教，但就是他认为他不是基督徒。那在苏联就苏俄这个俄罗斯这个帝国，它一个变化，以前是帝国嘛，再来被苏联共产党统治嘛，现在又解体，又变成俄罗斯嘛。在9世纪的时候，就曾经是已经接触到福音了。那我们把它归类说，他们那个时候东欧的这些国家都变成东正教，甚至他们在1237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元朝的那个成吉思汗，他们那个蒙古大帝国曾经军队攻打到俄罗斯去所以在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迫害，但是他们仍然到处传福音，很多殉道者在各处建立教会。不过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在1917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有发生共产党的革命，他们就统治了整个苏联嘛。现在很多这个联邦的国家，他们呢在1937年订立了宪法，就是把宗教限制了，不能随便传福音。那个时候开始呢，苏联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受到迫害，就放弃了传福音的工作。不过这个一放弃表面上是受阻了，但是整个国家被影响到了。就是说，结果如何呢？所有的教会都关门，俄罗斯的黄金文明也关了起来，经济萧条，政治倒退70年、100年之前。所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个黑暗时期。所以你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是神的恩典其实跟整个国家有关的。我们更不用说全世界很多基督教的国家，他们因为奉行上帝的教训，他们的国力其实整体评估起来都比其他的宗教更强盛，而且更民主。那是我们一个客观的评论所以基督徒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以从保罗他说：“我不去传福音，我的灵魂也有祸，家庭也有祸，国家也有祸。”那种概念，换句话说，把自己看成一个为了福音可以不顾一切。所以保罗知道这样的事实所以他就冒险传福音。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其实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混乱，因为工业产生的影响，百姓人民的信仰受到很大的一个世俗化。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一次宗教大改革复兴，就是卫斯理约翰。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教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取名的，就是卫理公会，就是卫斯理他所创办的。他在老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一封信，87岁的时候写给一个叫亚历山大麦德的，他讲了一句经典的名言有关宣教的经典名言。他说：“请派给我100位，除了罪以外什么都不怕，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要的传道人。”意思说，
完全义无反顾的，没有任何的理由的，就绝对的忠诚的，绝对的愿意为神摆上的。他说这样的人呢怎么样呢？他们是平信徒或是神职人员都无所谓，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地狱的门，才能在世上建立神的国。换句话说，神给这样的人有足够的能力，属灵的能力，能够建立神的国。那我们也看到说，另外一位出名的将军就是麦克阿瑟，在二次大战的领导联军来打败这个日本那后来在韩战的时候，因为他的理念跟总统不一样就被解除他的军权。不过他的贡献，就是说在二次大战的贡献也是没有办法磨灭的特别我们台湾在当时还有一条台北的公路叫做麦帅公路，有没有听过？他就表示说要纪念他的对台湾的一些贡献就对了其实当时反正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演变当时在韩战的时候，麦克阿瑟还领军要跟北韩打仗。那个时候曾经计划说，我们干脆就把北韩打败，然后再回去把共产党打败。曾经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不赞成就到最后就马上就不了了之变成现在南北韩被分立了。不过这位麦克阿瑟将军他有信仰在他身上，他写过一段话，让人家感到非常非常的深刻，印象深刻。就在这个麦克阿瑟他曾经留下一句话说：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是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我们人生存经济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东西可以吃饱吗？看起来好像很单纯的事，但是其实演变是变成军事。你知道全世界各地会产生沙华公路抢夺，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吃的我就只好去你那边抢我们中国常常在北部那些游牧民族到冬天没有东西吃就往南来攻打，才会有长城出现嘛。他说军事问题到最后是政治问题。不过他还讲了后面的话，政治问题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政治家有没有良心问题。然后良心问题是什么？就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宗教问题终究就是神学问题。如果从他的理解，他是一个领军跟敌人打仗的人，但是他最后发现说，如果不在神的掌权之下，人所做的事情都可是片面的，或是局部的，或是浮面的。真正心灵的问题，真正政治家的良心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甚至最后是神学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忠实的追随神的旨意，那是何等美好的事。但是罪也同时在这边滋生，魔鬼的力量会往这边去拉扯。我们最近大家都很觉得说，台湾都选举都还没到，就整天电视都吵着这些言论，让他觉得听得很累就对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台湾不是选出一个新的总统的问题，而是发现说很多言论几乎是超出你的常识，或是你的认知，或是你觉得是正直的。因为现代的网络，现代的一种传播媒体，你讲那个偏激的话，讲那个欺骗的话、谎言的话，反正有人要听因为他会帮你按赞你的网络声量大不管你讲的对不对变成最有人气的人，你会觉得说这个国家台湾虽然大家觉得生活还不错啦，但是如果这一种价值观混乱的，真的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保罗他是这样说，他说：“若不传你，我便有祸的。”这句话实在是我们现今社会实况，值得我们省省思。换句话说，一旦台湾的人更多福音的真理，我们会看到这个台湾很多的罪、很多的挑战会迎刃而解。大家不必靠那些外在的法律的监督，而是因为人的心平静了，人的心有平安了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说，福音是上帝大能一个最大的根基啦。
第4个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保罗这样讲：耶稣爱我，所以我要传福音。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5章14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现代的经文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白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疯了的话，那是为着上帝的缘故。意思说，踢笑啊，人讲你踢笑啊，呢没关系，这个是我的上帝，你被人家笑成疯子如果我们神志清醒，也是为了你们，因为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哇，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的爱充满到，被人家耻笑，被人家吐口水，被人家骂，甚至被抓，他们都觉得哇，甘之如饴。我们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真的是你要去亲自体会才有办法。我们不只是认知上觉得保罗太厉害、太伟大，其实他说我是不得已的，因为上帝的爱激励着我。所以每一个人要被上帝的爱激励，你才有这个能力走下去啦。你传福音才不会觉得灰心觉得不可能或是觉得有一点害羞这样子。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有条件，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可夸之处，是完全因着上帝的恩惠跟慈爱所以保罗他说，因为这个爱，所以传扬福音。我们虽然能力不足，但因着耶稣的爱激励，我们都能够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纵观这五个这样的一个理由啦。第5个是什么？因为主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要赶快做。所以说这个门一打开要赶快去执行，不然门关了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玩那个手机的游戏，对不对最近看到一个专门给老年人玩的游戏，他就是说有一个栏栅围在前面他就让你说有一头牛要冲过去你要赶快，他栏栅拉开的时候赶快一按，那个牛就赶快冲过去看能够冲出几只不然栏栅一挡住，哇，那个牛就撞到栏栅，那你这游戏就结束了那我们的意思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我要趁上帝开着门的时候，我要传福音。哥林多后书2章12节，他说：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传福音是门关的。我们最熟悉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到大陆去传福音，对不对？有的去那边工作。我们都知道说最近这10年来你不能公开传福音所以很多人就是用什么观光的名义啦，或是去那边工作的名义啦，不然就是当老师啦。你不能公开说，我是夏牧师，我要来中国传福音，那就被抓了。轻一点的就是不让你进来，要么就带你去审问室去查一下，要么就是赶你回家，不要来了。你一飞机搭一到，他就叫你马上搭飞机回来。那当然被逼迫的更多了。前不久不是才有一个教会的叫做五月花嘛？那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坚持要信耶稣，然后被迫害，就流亡到泰国去。然后现在后来美国接纳他们，整个教会的人就被接纳到那个美国去。我们也看见说，好像这个门我们很多人因为是同文同种大家都语言一样，大家很想要把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好像神就这个时候开不起来，门开不起来，而且还遇到很大破坏。我们知道温州啦，好多地方十字架都被拆掉，什么佛啦，什么佛像也都被拆掉，天主教的神父也不能公开主持弥撒。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前不久就是10多年前哇，整个台湾很多人都跑去中国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开放一点。那现在门关掉了。不过我们要感到欣慰的是说，据非正式的调查，中国会虽然碰到很多信仰不自由，但是在暗地当中，至少有1亿的人是信耶稣的，因为他们就能够有对策了。反正你上面什么样的做法，我就有我的方法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是在家庭里面信耶稣，在家庭里面传福音，让人家非常的感动。我们真的期待中国不要动乱，更期待我们的中国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
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因为圣经这样说，你要把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现在就是差了这一关了。怎么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越过中国这个共产的国家，再越过这个回教的这个沙漠，我们求神为我们开门。那保罗就是觉得趁开门的时候赶快。以色列那个地方看虽然是犹太教的国家，但是他们信耶稣人不能当公务员的。回教、佛教、共产国家也常常是关了门的。所以我们呼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受召传福音的心，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福音的门打开，我们就不能失去时机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门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因为神要成就一切。那牧师最后要讲一个我的经验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在高雄在牧会的时候，曾带了一群同工去参加那边有一个三一基督徒中心举办的一个小组教会的研习会那时候呢，小组教会的事工还在开动推动，我们富强教已经推动10几年了那时候高雄很多教会在学习啦，我们去学习，这一群是我们那个时候教会的代表，大家一起去学那背后就是这一间三一基督徒中心的大礼拜堂，可以装了2、3千个人而且一栋大楼非常的漂亮那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当时台湾去的学员真的蛮热络的当然有一个晚上，他们举办一个宣教大会，就所有的这一群外来参加研习的，还有他们本会堂的人，大家聚在这个大会堂里面，很像就一个体育馆的感觉在那边一起宣告传福音那种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一个聚会各地传福音，他们的宣教师在哪一个地方传福音，就拿那个国家的国旗来进场非常的热闹那包括台湾的国旗也被人家举进去那时候他们一起做一个研习会的高峰，就是宣教大会。他那时候有一个宣教大会的讲员是来自就是从中东传福音的一个叫做萨巴恩施恩的牧师，他会想说他在中东的回教势力之下，随时有遭破坏跟生命危险的可能性，但是遇到了好多神奇的事迹他在做见证。那最后他们就是一起来做认捐说我们为了福音工作，我们明年大概有多少的预算，很多人愿意自愿，就是签说我要自愿奉献多少，不是当天马上奉献出来，而是当我认捐我1年的时间把这些奉献拿出来当成宣教的事工这一个带了那个阿拉伯的服装呢，就是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牧师他就是在分享，他们决志呼召说，有没有要参与短期宣教或是全职宣教？第二个，全部会有为宣教经费来认捐，然后1年大概有这个数字，我这个资料有点不完整，他是华语部的奉献了200多万英语部这个字没有改过来。那2013年他们就认捐了台币大概多少？6000多万6000多万，而且他们还把那个奉献的数字，这是新加坡币贴在他们的那个投影片上面他们就说到各地区传福音，有地方传福音他们就过去。那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教会以传福音为他们的最大的宗旨，实在是因为信徒被激励，他们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其实呢不只是在新加坡，就在我们台南市的一间教会，就是台南圣教会，他们也有这样传福音的传统，很不简单前2天刚好礼拜五牧师因为有参与了我们台南市有一个叫基督教协进会，那个是在政府有登记的做一个社团专门来推动整个台南地区的福音事工教会建造，包括什么培灵会都有这个会来参与那一天就我们在那个群组就有这一位台南圣教会的牧师，我们都认识他，叫高敏志牧师嘛，他就传一个讯说很抱歉，我现在人在赛德克族在南投赛德克族最深山的
从那个庐山温泉来进去的一个小部落，在那边陪他们短宣呐，怕赶不回来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哇，他很辛苦的，牧师还亲自去看他们那群短宣的弟兄姐妹哈。不过呢，礼拜五啊，我就去参加了在台南的福气教会，就在义在金城那边有一间礼拜堂叫福气教会，要开会。我一到的时候，看见这个高牧师已经在那边了，我就知道说他已经赶回来就当天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还跟他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坐在他隔壁，然后就分享说他们的教会今年7月就派了10几个短宣队出去，有16个短宣队，16个人，有200多名参与。那他就传了他们一些照片，回顾的照片，让觉得说他们真的就是实质上的行动了这个是他们在差派礼的时候，所有的短宣队的成员都到讲台上等一下我们也要差派我们要差派我们的值日学老师跟同工像这样大家为他们做祝福，然后他们就这些他们的纪念的图片就是一个整理。他们比如说有去白水溪啦，我们教会也有人过去之前还有香山呐，还有龙潭呐，到桃园去，还有到仑背就是在是彰化还是云林云林那边靠海的地方还有来吉就是在阿里山呐、新路啦、母林呐、下营呐，在台南的地区，还有布隆部落、人伦阻碍、明潭呐，还有花莲呐、内斯啦、努呼路马啦，就是原住民的叫都达。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回顾的照片那我觉得说，无论到国外去，像三立基督中心，或是在我们台湾，有很多地方，只要你肯，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传福音的。我们教会也曾经在组织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到澎湖去传福音去办短宣。我们的社青啦，我们的小组大家有一队大家知道原住民那边去传福音其实重点不在于说你传福音得到多少果实是每一个人参与的时候，你会得到生命的能量。所以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只是传给对象你包括你自己。那我们就问高牧师我说你们到底这些成员他们时间怎么挪出来？后来原来我们的胡老师他说他的太太也去参加短宣队，在台南圣教会。原来他们把1年的特休假都把它存起来为了这2个礼拜的短宣，他不是存起来要去国外旅游去 shopping， 而是把这些时间奉献给神，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当然他们的很多美好的典范我们可以学习了。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大家无论得时跟不得时，我们都愿意为主来传扬。最后有一些简短的话来呼召第一个，我们在周报里面常常会看出这个教会的福音使命，有3个。第一个是我们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第二个是我们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第3个，教会是信的人的聚集，却是为不信的人而存在。基督徒为什么要像保罗这样的愿意承载着福音的使命呢？有这2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第一个，上帝拯救你，无关你的身份跟行为。比如说我是最大的罪人，我什么事情一无是处的，但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你没有任何选项的，就是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上帝拯救你，无关你的身份跟作为。第二个，同样上帝要使用你，无关你的能力跟背景。你说什么都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我讲话讲的哩哩啦啦，都不是原因的。上帝要使用你，无关你的能力跟背景。最后牧师呼吁了，我们现在已经7月中了嘞我们第6期的幸福小组准备要启动了。我们教会经过这几年来我们有的是仍然按照8周的这个额度来做，但是我们也有变通有的是用4周或是6周，或是一期一期的比如说这一次来办
福音茶会，我们在另外别的时间再办福音茶会，等于是我们有在地化的变通。不过牧师还是呼吁大家说，你有传福音的心志，可以透过这个小组传福音，是很大的果效，因为是大家，我们不是听到一句话说打群架吗？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努力啊，不会一个人很孤单呐，我们预计说8月起开始要，预计要筹划小组的，来邀请这些base的，准备让他们邀请他们来啊当贵宾哈。第二个是8月20到9月9号，我们就是小组要开始启动了，啊，来邀请了，来训练啦，来培训啦。那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划，如果你是8周的话，就是从9月10号到10月29号，要准备要邀请朋友来。当然有的是没有办法那么长，像我们的那个新楼医院我们的刘奇院长他们就用4次用4次也可以把福音传扬出去。重点是说你有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同工，大家预备心愿意为神摆上为福音的缘故来传扬。弟兄姐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准备要邀请我们的主日学校长、同工，还有我们的老师，准备要来做差派我们先来做祷告，我们来也请我们的敬拜团的同工拿麦克风，预备要唱这首诗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预备。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看见保罗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他就愿意摆上一切，完全的摆上，为了传福音义无反顾。主啊，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像保罗这样的心智那么强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福音的恩典，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学习神你将什么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为了还福音的债，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同事，在我们的职场，那边就是福音的合掌。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跟信心，学习保罗只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主把福音的门打开，我们没有进去，当门关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我们特别主日学老师同工在这个礼拜要对儿童来传福音，我们也奉你名来祝福他们，愿神亲自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请同工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第一次我们坐着唱好不好？把它唱熟了再唱。